睭，互我看见。咱遮竖起。咱来吟全首。圣诗159首，注点我心内无惊兄自在，咱同款来吟全首。
你。阮今日开始伫遮聚会，恳求你保守阮公园教会，互阮的公司会使拢顺遂，嘛恳求你，互今仔日牧师的喙，互阮的心灵得到快乐，得到利益，嘛开阮的耳孔来接受你，要互阮的恩典。咱咧聚会进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伫上帝为咱准备的一个七楼一个所在来聚会，请走。我抬头看山，我的帮赞对倒位来？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身边做印影咧保护你。这是咱来吟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请起立。你我手中。
即是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的保护者，感谢你赐阮活命，国强永远的需要。主，阮感谢你，带阮来到教会聚会，三甲敬拜、学乐你，做伙领受你的教示，甲分享你所赐予阮的平安甲喜乐。主啊，即边风台和华莲光复乡受到真大的灾害，求主看顾遐会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求主甲因同在，搁安慰因，也纪念遐受你差遣、照你旨意去帮助别人的。主啊，求主怜悯保守，互受你的囝儿袂迷死伫悲伤哀怨，也是伤起怨道中。求主帮助阮顺服你的教示，遵趁你的旨意，互阮诚做厝边的帮衬，将你所赐的恩典甲祝福分享予阮身边有需要的人，特别是将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甲愿望传出去。主啊，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经文第55篇，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在操烦。性命竟毋是比食物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竟无比因较贵重。恁若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不过我甲恁讲，念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咧活，明仔载互人显露火炉。伊兼袂搁较甲恁糟蹋。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食的拢是外邦人咧追求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一日会艰苦，一日长。圣经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2章32节到40节。恁细细羊群啊，毋免惊，因为恁的爸欢喜将伊的国互恁。恁着卖恁的财产来种济善车人，着为着恁家己准备用袂破的钱地来积聚用袂了的财宝伫天顶。伫遐贼仔摕袂着，酒桶嘛加袂着，因为恁的财宝伫倒位，恁的心嘛会伫遐。衫着穿好势，灯着点好倒，亲像仆人等候主人对婚宴转来。主人转来，一个拍门通随时甲伊开。主人转来时，看到仆人醒醒，遐个仆人真有福气。我实在甲恁讲，主人会家己衫穿好势，请因坐倒，来甲因伺候。主人若伫半暝，也是天要光的时转来，看到仆人醒醒，遐个仆人真有福气。即家的主人若知贼仔啥物时阵会来，一定袂互贼仔侵入伊的厝。所以恁嘛着准备便便，因为人主会伫恁想袂到的时阵来临。以上上帝话。
愿上帝赐福听伊话，搁照安尼行的人。即是俄罗请圣歌队所要吟的诗词，甲上帝的疼无结断。讲到，请曲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着准备便便。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咱今日会当做伙来来敬拜俄罗上帝。我是新德大专中心的区美玉牧师，咱身体大专中心的上帝
设立伫新竹中会大专部，啊，阮服侍的就是桃园、新竹、甲苗栗地区的大学生。那感谢上帝，咱的台湾长老教会的大专的宣教事工，就是开始吼，今年要超过70年啊！真感谢当初的遐宣教师甲信仰的长辈，因关心看到遮个学生的少年人的需要，陪伴因伫读册的时间呢。学习认捌家己，发现家己运势，也伫读册的时阵，交互上帝引带因的道路，无离开上帝吼。所以嘛，搁一摆感谢兄弟姊妹一直吼咧奉献、关心、带动吼学生的事工的需要，互继续有气力会通陪伴遮个少年人，会通行军队耶稣的路吼。此时，搁一摆咱三家阿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极大的疼，每日得到你的保守甲引带，会当行伫军队你的道路。希望阮有时阵会偏离你的道路，所以阮伫主日当心自己敬拜你，安静要听你的道理。恳求诚做阮信仰的准则，嘛恳求你的圣神踮伫阮的内面，开阮的眼眶，听到你奥妙的真理。搁使阮有气力，活出阮所毋望的。阮同心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亲爱兄弟姊妹，请问你最近在操烦啥物代志吗？你在烦恼不安啥物代志吗？每一日有可能有的人有吼，有的人无吼，嘛就感谢上帝吼。有的人就是无论是对家己本身，还是家庭，还是讲国家甲社会，其实每一日拢有可能操烦一寡代志，因为这个世间内底有足侪，互咱会当足惊的代志，无论是风台，还是地动，还是经济的方向、天气的变化等等，甚至是破病，还是死亡。其实充满一个危险的世间，不只是咱即个世代在烦恼、操烦、惊吓，甚至伫耶稣迄当阵遐个兄弟、迄当阵的兄弟姊妹，因嘛有足侪着惊的代志。今日咱所读的经文内底，伊讲起讲，恁细细犹群啊，毋免惊，因为恁的爸欢喜将伊下顾互恁。所以，咱嘛伫路加福音内底第12章吼，若是你有圣经，你嘛来看头前，伊对头开始，伊就讲起讲，朋友啊，我甲你讲，你莫惊迄个只会当伤害身躯的，其实你爱较惊、较敬畏的是啥物？就是性命的源头，享受性命的迄位上帝。伊嘛讲，咱的性命诶，就是伊嘛讲起讲。我会讲，就是路加福音更前面的部分哦。伊嘛有讲，你莫惊迄个，就是互人杀死的。伊嘛莫惊迄个互官府掠去审问你要安怎回应的吼。耶稣就讲，恁若是拄着迄当阵时阵，信心会教你要讲啥物话吼。啊，因为迄当阵2000年的遮个百姓，因所烦恼啥物？因竟然嘛将因讲，耶稣你会当来，就是第路加福音第12章第8节有讲，对不起，就是伊嘛有讲起讲，有个人会烦恼讲会惊讲分迄个善恶吼，就分袂公平哦，就是他们也会担心他们的财产是不是会分得不公平哦。当因有修行的时阵，伊嘛会烦恼讲无所在会通囥遮的物件。若是欠修行的时，他们欠收的时候，他们会嘛惊讲因会巴肚枵，无法度继续生活。原那亲像即届的台风、风台体共款，我就知影有足侪进产的人。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青年，他要辞掉他台北的工作，回去嘉义。然后种西瓜，好不容易今年西瓜种出不同的品种，结果你知道台风来，
一颗都不剩。这是确实咱的软弱，确实咱会确实会烦恼。有诶兄弟较济，搁较就是对细汉开始嘛会较爽食，搁较会体会，若是有诶时阵爱俭起来，才会当免烦恼，因为经过迄个巴肚枵，无米会当食诶日子吼。所以伫路加福音诶12章内底，其实耶稣在问：恁会惊吗？你会惊互人杀死吗？伊就回答讲：上帝连咱的头毛拢有算过，甚至伊邀请讲，你咧计算你家己有偌济迄个财产吗？就是你在计算你有多少的财产，或是看存折簿有多少的钱吗？耶稣回应讲：等你生命结束的时阵吼，你一点仔拢无啥物物件会通摕走。你咧烦恼你的衫欠一项吗？你的手机啊，毋是上新的吗？我们也知道最近手机最出来是17吼。咱活伫这个世间时，咱亲像爱不断的追求遮个新的物件吼。不过耶稣讲啥物？伊知影讲咱人拢会烦恼要食啥物，烦恼要啉食啥物，要穿啥物吼。不过伊邀请咱啥物？咱大先求上帝的国啊，关灵会显现。不过老实讲，小等咱嘛爱烦恼，小等要食啥物嘛吼，还是讲明仔载要穿啥物出门？这是种正常的代志，毋是吗？嘛是咱种基本的生活的条件。却是耶稣不断邀请咱想一项，其实咱的性命确实毋是在伫咱的手中。不过咱常常会袂记伫一项。老实说，我们人常常活着会忘记我们会死一样。仿佛很沉重，可是我们常常会活在那个幻想的里面。其实那才是最可怕的。耶稣好像常常伫遮讲实在话，然后让我们很不喜欢。可是他邀请我们，因为伊是够经过我的上帝，因毋忙万干伊，就是他很希望我们跟他连接在一起吼。所以耶稣伊讲：恁细细油棍啊，毋免惊，因为恁的天父欢喜将伊的国赏赐互因。咱的上帝毋是迄个创造世界了后就凉坐坐伫遐的，嘛毋是翘骹捻喙手迄个上帝。咱的上帝是啥物？咱的上帝既然是讲，你的头毛有偌济，我拢详细知影。所以咱咧烦恼的，咱的生活，咱所做的一切，伊拢藏伫伊的心内。伊嘛知影，所以咱的上帝不只是迄个看顾青鸟、看顾白合花的上帝，佫较是关心咱每一个人的上帝。老实讲，安尼的道理，其实每一个人拢会晓背啊，对无？不过实在讲，有当阵咱犹原会烦恼，犹原会不安，犹原会操烦，这嘛真正常的。所以咱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提醒，爱活出。当咱拄着遮个代志的时阵，要安怎做？就是爱甲上帝结连，上最安静落来，听迄个平安的声音，甲听的声音。有当阵头脑诚侪足侪的吼，了解足侪，不过心无得到安慰，心无体会到即个平安。所以耶稣透过这来提醒咱，来到伊的面前吼。所以伊提醒讲，咱爱有觉察的心吼。对遐耶稣透过这讲了后，另外一段的故事吼。我要提醒一项代志，稍等一下，这是我看到迄个潘霍华牧师，伊在灵修的时阵，伊所写的吼。伊讲，
咱爱去一项代志，就是耶稣对公主，耶稣讲一个实事，就是恁的财宝伫倒位，恁的心嘛伫遐。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吼。我看到潘霍华牧师，伊咧写即个代志的时阵，伊讲出一项，伊讲咱活伫这个世间，世间的万美是来要使用的，毋是要，不是要拿来囤积的吼。这世上的万物不是拿来使用的，不是拿来让我们囤积的吼。我很喜欢，我就一来收藏笔吼。然后就说迄个笔，我拢唔敢，就是唔敢摕出来写吼。要想着要写的时阵吼，安怎无法度写，无水啊，无水啊，打去啊，对，哦，感谢打去啊。所以我感觉哦，对呢，我想讲我收集遮的物件，那亲像哦。我是那亲像是做文学人吼，还是够价值的。不过实际上毋是安尼。所以潘霍华写的迄个默想的时阵，伊讲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嘛伫遐吼。那我想，遮的物，毋是这世间的物，是要摕来使用的，毋是爱叫咱囤积起来吼，毋是安尼。而且遮的物件，咱会当有，拢是上帝的恩典。不只爱使用，嘛爱甲有需要的人相甲来分享。你甲我嘛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嘛了解你甲我的恩赐是啥物，咱嘛莫温刻咱家己的才能甲恩赐，咱嘛爱使用，放伫上帝手中，互伊来使用，来显现伊的荣耀。所以财宝是啥物？不只是上帝赏赐的迄个咱看会着物件，包括咱的时间、咱的才能，拢是上帝所赏赐的。所以咱嘛爱，不是藏起来吼，咱嘛爱甲兄弟姊妹相甲来分享，来使用遮的一切。有能力甲别人分享的人，是会记得是。家己是一切拢是对上帝来的，是深信上帝恩典，上帝恩典是教爷的。伊讲了即个勉励了后，伊搁后来吼，要请兄弟姊妹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经文吼。先对下一页就可以了。好，要请兄弟姊妹三个来读，请。衫着穿好势，顶着点好着。着亲像仆人在听候主人对飞扬转来，主人转来，一个拍门，通随时甲伊开，然后继续吼。主人转来时，看到仆人亲戚，遐个仆人真有福气。我实在甲恁讲，主人会家己衫穿好势，请因坐倒来甲因伺候。继续吼。主人若伫半暝，也是天要光的时转来，看到仆人亲戚，迄个仆人真有福气。即家的主人若知贼仔啥物时阵会来，一定会互贼仔侵入伊的厝。所以恁着未万便便，因为人子会伫伊想袂到的时阵来临。即个经文内底，伊邀请兄弟姊妹爱谨慎、最忠心、搁良善的仆人。伊也嘛邀请讲，恁着爱备万便便，因为人子会伫你想袂到的时阵来临。今日讲道嘛是着备万便便，兄弟姊妹，请问你甲我爱备万便便啥物物件？请问？我们要随时准备好什么？我们要随时准备好什么？要安怎了解？阮已经备办好势啊！我们又要怎么知道我们准备的过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那个评断的标准是什么？
我在准备甲读即个经文的时阵，我嘛会足紧张的。嘿，到底爱备办啥物？我备办好势啊吗？有备办好势迄天吗？我们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吗？如果我们去旅行，我们可以打包行李。可是通常是旅行的时候才发现啊，我袂记你食啥物，还是袂记你欠啥物物件吼。当然嘛有备办好势，就有足好诶，迄个旅程就足欢喜诶吼。我想会着诶是，就是爱将咱诶心藏伫耶稣基督内底，得到安稳自在。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常常会焦虑不安，也会惊慌失措。可是活在这世上的时候，面对这么多危险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安然放在耶稣基督还有上帝的里面，得着那个安稳和平安和自在。迄个比班边边，我想到一项更较重要，是咱要知影咱是啥物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咱每一个人的性命是对上帝来的，伊收赎嘛收回。对我来讲，我想到一项是，咱每一日爱想的伫，咱要转去上帝遐，咱着爱备办，阮所做的一切，是毋是合伫上帝旨意内底？我是毋是甲上帝有好的结连？我有是毋是活出上帝的形象、公义、怜悯，这一切？我是毋是真做一个忠心的？是每一日哦，来到上帝的面前，要安怎做咧？要怎样把迄个心藏伫耶稣基督内底？简单一项，就是读上帝的话，灵修。读上帝的话，将问上帝的话来诚做咱的帮助。互咱的性命会通不断经验着上帝，嘛透过这内底发现，咱可能感觉讲啊，咱拢伫咧好势。其实透过上帝的话，不断去思考、来领受的时阵，会体会着其实是咱的主来好势咱。咱会若是伫迄个内底的时阵，咱会哪来哪清楚，咱是活伫上帝欢喜。享受互咱的国度内底，也会互咱愿意分享上帝的恩典。这毋是一个人的事那尔，是咱每一个人的事。咱会当做伙，甲兄弟做伙，定定读上帝的话，安静落来，听上帝迄个听的声音，因为咱拢是上帝的囝儿。这是咱三家阿头来祈祷。永远活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互阮会通成做你的囝儿。恳求你帮助阮，白日时刻用心生活，互阮活伫即个世间，嘛会当享受你享受的欢喜甲快乐。互阮活伫即个世间的时，嘛有得到你的智慧，行你所欢喜的代志。阮嘛恳求你，互阮定定亲近主耶稣基督，因正面看即个世间的罪恶甲败坏的时，会通转来你的面头前，将遮个事交托你的手内底，而且无掠家己的意思诚做意思，搁较毋茫愿你的旨意伫遮。阮安尼同心的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兄弟姊妹平安。啊，感谢兄弟姊妹，我继续要大专的报告吼。
是，谢谢。对，请允许我说用华语的简单的报告哈。我们大专谢谢弟兄姐妹长期以来关心我们新竹大专学生中心哈。那我们的牧区就是桃园、新竹、苗栗3大的县市的地方哈。对不起，我可以自己按下一个，谢谢。然后分别是桃园、新竹、苗栗3大的县市，然后也感谢公园教会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看见，其实我们有的长青的学生或闭气哈来这里聚会，谢谢大家接待哈，长期的关心他们，然后就像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大家庭里面，我们可以继续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造就和服侍哈，生命得着更新。然后我们另外一个牧师李志胜牧师，他负责桃园地区，那我负责的是新竹地区哈。然后也有一些也有义工辅导，特别是无论是耀旭哥或者是乐群弟兄，他们都是长期在团契里面，之后毕业之后在新竹区工作，然后愿意陪伴回馈，因为上帝的爱，愿意服侍，然后来陪伴这些学生们在信仰上的造就。那目前还有苗栗地区，特别是在后龙有人的医护转校的信望爱团契是正式的社团哈，特别为这个团契来祈祷，因为每学期将近有30到40个非基督徒的学生来加入我们这个团契。借着这个信仰，我们目前的新的同工，他就是仁德医护专校毕业的哈，然后继续的造就在信仰里面回来成为我们全职的同工，所以也是一个撒种的工作，请弟兄姐妹也为我们这个宣教的施工来祈祷哈。那我们每个礼拜也有聚会、查经、灵修，然后陪伴这些学生呢。除了这些之外，我们额外有一些迎新的活动，邀请新生的参与，然后也有迎新生活营，还有透过戏剧灵修营或灵修的方面，邀请他们更认识自己、察觉自己，然后更靠近上帝这样。那也有干部的联合的聚会和造就。然后我们从去年开始有一系列的培训的工作坊，同理心的训练，在新竹长老教会。那明年也会安排一些课程，也欢迎真挚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哦。还有给毕业生的，我们很看重读经和祈祷哦，期盼他们在安静当中可以与上帝相遇，退到旷野的时候与上帝同行哦。好，这是今年的特别为我们这个活动，我们花了3天2夜举办这个营会，邀请非基督徒的学生一起透过小组或透过体验的活动，体会什么是团契哈。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帮助在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有清寒助学金和志工助学金，让他们可以减轻生活上的负担。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今天的周报有夹着奉献袋，你可以用信用卡每个月的方式支持青年的事工，也可以特别针对我们的营会需要或人事的需要为我们奉献哈。那感谢上帝，去年我们有一位全职的传道人加入我们的这个服事的航域，然后负责在苗栗地区哦。那我们也期盼弟兄姐妹可以为我们人事费的需要来为我们来奉献哈。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征召50位500，为我们每个月奉献500块钱，能够这些的代祷勇士和奉献，帮助我们，你每一笔的奉献都可以成为我们继续服侍这些青年的动力哦。最后，这个 FB 和 IG 真诚邀请弟兄姐妹可以加入我们，或帮我们按赞哦，然后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活动的消息或辅导培训的消息哈，可以欢迎大家拿出你的手机，可以扫 QR code，IG 的动态也可以看得到哈。学生你想要讲这些培训的课程，或是为这些学生来祈祷。接着我今天有邀请就是梅竹团契的会长郑明阳同学，然后做见证分享哈，谢谢。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我是明勇，我的母会是花莲的庆丰教会。
现在伫清华大学读册，是资工系大三的学生。今日真欢喜会当伫公园教会，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大家平安，很荣幸能够在今天大专中心奉献主日，与大家分享我参与大专活动的一些见证。我出生在基督教家庭，从小在教会长大，参与主日学、青少契，也在教会有许多服事。大学来到新竹后，除了来公园教会参加华语礼拜，也在敬拜团有担任 vocal 和贝斯等服事。我更加入了梅竹长青团契，这是由清大和交大学生组成的校园团契。现在我很荣幸能够担任目前团契的会长。梅竹团契真的成了我大学生涯的属灵避风港。大学课业压力很大，同学一个比一个优秀，考试期间更让人喘不过气。但每周二的团契聚会，无论是唱诗歌、查经、专讲、手作活动，还是出游聚餐，这些都让我在忙碌当中找到安息，在压力中经历上帝的同在。更重要的是，团契让我学到在信仰群体中承担责任。我深刻体会到服事的挑战与恩典。每当筹备活动、关怀团契伙伴时，我都更深地经历上帝的带领，也学习以基督的爱去爱身边的人。除了在地的团契生活，我也积极地参与全国性的总会大专事工。今年我很荣幸能够成为第63届大专圣经神学研究班的筹备委员，负责规划在明年1月新竹圣经学院举办的全国大专生信仰造就营会。在筹备的过程当中，我看见台湾各地大专生对信仰的渴慕，也体会到圣经神学对青年信仰根基的重要性。此外，我也参与了总会的普世活动。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代表台湾参加匈牙利的青年节，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基督徒们交流。在那里，我不仅见证了上帝国度的广大，也深刻地感受到台湾教会在普世教会中的独特使命。回国后，我也在团契分享这些经历，希望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信仰的国际视野。这一切的参与，都让我更确信上帝在我生命中的计划。正如以赛亚书55章9节所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许多时候，或许我们不明白上帝的安排，但回头看时，总能看见他奇妙的带领。今天是大专中心奉献主日，我深深的感谢教会对大专事工的重视与支持。无论是梅竹团契的校园福音工作、神研班的神学训练，还是普世交流拓展视野，都需要教会前辈们的带导与奉献支持。我深信，投资在年轻人身上，就是投资在教会的未来。愿我们一起在大专的青年事工上摆上，让更多年轻生命能够在信仰中找到方向，在服事中经历上帝的恩典。愿一切荣耀拢归乎咱的上帝。以上分享，感谢。这是咱来回应诗圣诗159首。注点我心内，无行兄自在，请起。我
坐。即时来奉献，请事现同工。请起立。喜爱的阿爸爸上帝，愿知你是阮性命的主，阮所得到的好米，嘛拢是你的赏赐。你无将一项好米藏起来，无互敬畏你的人。阮嘛将阮的金钱献上你，嘛将阮的智慧、阮的才能摆在你的面前，愿你来使用阮，成做众人的祝福。阮的感谢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请坐。这是报告。第一项今仔日是大专中心的奉献主日，咱欢迎区明玉牧师伫两当中讲道。感谢这团契会长民扬这同学来见证，请大家为着大专中心继续来关心甲奉献。第二项野外礼拜，事项请美生长老。大家平安。平安。大家敢有看到这张？无看到，即摆看一个哦，吼。咱11月初2，咱公教会要来西潭教会做野外礼拜。西潭教会伊有啥物特别的所在？我感觉伊特别上第一，伊是马街伫台湾设立第5间教会，吼，伊伫设立的过程中充满了危险，总是因凭着信心一直到今仔日还搁伫咧，吼。第二项。伊伫浪漫的台山线上，所以咱经过的所在，你会看到足水的风景。第三，咱伫遐有足水的导览，吼，因为即马西潭教会的一个长老拄好是即马斯坦村的村长，就是这个 moment， 咱会当用他们更多的资源。这个时候不去，什么时候去呢？对不对？一定要给他去啊！是。那7点半那天11月2号，咱7点半就要出发。好，然后7点半哦，7点半，哈，因为因有分做2场，因的所在会当坐100个人尔，所以咱分做2场。第一场的礼拜是9点，另外一半的人去导览，到10点半的时阵交换，头拄仔咧佚佗的人转来做礼拜，吼，头拄仔咧做礼拜去佚佗，到12点的时阵，咱要食足好食的便当哦，吼，我捌甲迄个餐厅老板讲，咱做外汇啥款？伊讲毋好啦，恁超过100人吼，迄外汇若超过100人，阮头前食做后壁都无当食，对无吼？嘿，这是人性啦，老实说，对不对哈？嘿，是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每个人都要说都还很有什么公德心，然后彼此相爱。嘿，我们不需要做这个实验。反正迄一日的
双主菜精致饭盒哈，然后你就说饭盒，而且再加一个他们诗坛的特色，诗坛他们关系就想蚕草拢就有名嘞，有人讲仙草啦，我台南人讲蚕草啦，哈，嘿，反正就是仙草就对了哈。他们的那个诗坛把仙草发挥的淋漓尽致，你敢不吃过仙草炒板条有无？请吃过的请举手，好不好吃？好吃哈，好，反正它的变化很多，还有仙草的炸，是哈，反正大家可以抱着很大的好奇心去看看哈。好，中昼食好食的便当，搁一个仙草饮哈。然后下午大概在2点之前，我们就自由活动。迄所在就水，咱有印象中，马街甲人挽喙齿有无？有一堆人排队，马街甲人挽喙齿有无？后壁一丛灵婴树对无？你毋知后壁迄丛是灵婴树吼？迄丛灵婴树就在诗坛，而且他们的路标就有一个地方写拔牙齿处。因为诗坛的路不会太复杂，然后的路标拢做甲真清楚。所以那个我们吃完饭之后，有人便当食较紧，有人食较慢嘛，对不哈？你若食较紧，你就细给细细的哈，看哪边是在拔牙的地方，就含迄张灵婴树照相。然后呢，也可以去 shopping， 促进地方经济繁荣，对不？对哈，是。然后我们从大概2点半呢，就往下一个行程，去那个雅文七里香玫瑰森林。哈，是那个萧敬腾他所代言的雅文的一个地方哈，它会足水，嘛有因的观光工厂会当买寡物件，上主要咱是去遐甲借便所啦哈，因为有些人做长途会有压力嘛哈，是好，西潭教会离咱公园教会真近，好，不会超过1个小时，除非塞车。所以是一个很轻松愉快的轻旅程。未报名的，较紧来报名。偌济钱？免钱。所以你若有亲戚朋友吼，未受洗礼，但是对教会有小可兴趣的，会使邀请伊来。你一个人邀请1个也是2个就好。你邀请一阵吼，你无法度关心伊，对不对？好，咱的目的要聊清楚。你准备好了吗？对，有一天耶稣会问你讲，你有传福音无？伊毋是甲你讲你有多少业绩哦，毋是哦，因为一个人要信耶稣，毋信耶稣，毋是咱会当决定的。但是耶稣会甲你问讲，你有去传福音无？你所听的人，你有重视耶稣会听福音无？你若是你感觉讲你的亲戚朋友内底有迄听拢不伫厝内底拢无要出来的人咱出来行行的嘛袂歹呢。1个小时的车程，还有2个景点，还可以 shopping， 还可以看看美丽的台山线。好，大家报名欢迎，好，谢谢大家。来，第3点是咱8楼工程，咱请市小长老来报告。各位阿在平安。今天大家坐在这边，就是因为上面不能去，因为在施工嘛，那这个施工的期间预计是2个月左右，日夜兼程，每天加班到9点到10点哦。如果你们晚上有过来，可以看到我们灯火通明的。所以呢，大家为这个工作祷告，因为之后开始要做音响的工程了哦，就有高架作业，直接到顶端去作业的，要做那个灯光架啦，还有那些吊架。还是危险的工作，大家为这个事情来带导。上面的时间大家就今天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时间就是这样。如果说有什么其他的想到要我们整件维护需要改善的地方记得跟我们长子讲一下，也跟我讲也可以。OK， 就这样。安尼我继续报告第4项。就无第4项是咱幸福小组，咱有一个福音的活动哦，伫10月12号开始要举行，请大家为着这项事来代祷。第5点是咱基要真理的课程，伫今仔日下晡12点半，伫601教室要举行，请有要参加的兄姐会当
伫即个时间来参加。第6点是即礼拜4 10月初2暗时8点伫7楼举行一个祈祷会，邀请咱中职甲兄弟会当来参加。第7项是咱拜六10月初4本来即个台神即罗马书的神学课程，伫即天会放假一摆，请有参加的会记。过来第8项，咱有3个团契有做一个会长的改选，拢是原本的会长继续来出任，请大家参考周报。第9项是咱即个欢喜礼拜煞为8楼，是有即个新的乐器要来添教，请大家继续为着即项事来代祷甲奉献。第11项第11点有即个对怀疑到相信的福音课程，若有兴趣要报名的，当找即个瑞林长老来报名。佫有具体的消息报告第1点，咱叶瑞英长老娘，就是咱社长老的长老娘，伫顶礼拜3暗时暗晓主怀。请大家为着即项事彼此来关心，彼此来安慰。因有规个丧事的礼拜会伫10月初1拜3的时阵来举行，有4场的礼拜，请大家时间甲地点，请大家参考周报。好，其他消息，请大家参考周报。佫有一项补充报告。歹势，再补充点只补充一下吼，因为玉山顶礼拜几礼拜无伫，伊厝内面那民站报名，大家祈祷了哈。那个我们这礼拜的财务奉献征信做得有点匆忙，所以有3、4个人甲顶礼拜重复，佫有3、4个人无报到位，无报到。财务组在这里抱歉一下，下礼拜我们会把它补正。第2点就是咱迄个专款8楼乐器目标33万，我们已经超过2/3了，大概还差10万，大概还差10万。第3点是特别奉献，因为咱即摆100礼拜迄有特中有一个专项是特别奉献，请大家到店来关心来奉献。好，报告到此。好，谢谢曾市长老补充。安尼，咱来吟祝福册欠的诗，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大家起立。吟诗线，请曲牧师为阮祝祷。这是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的大跳堂，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伫地，到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笔会别倒。